他们已经4天半了哈，从礼拜几到3天半哈，礼拜四，然后到礼拜天的早上啊，他们刚结束。那当然，刚玉峰校长跟我们大家一起分享，其实花了很多的心力在预备这个夏令营哈。那真的是从一大早，他们7点半他们就来啊，平常上课都没这么准时啊。那来这里他们很认真哈，那都没有缺席，7点半就来早祷预备，一路到晚上5、6点。然后才回到家里休息，隔天一早7点半又继续来哈，所以真的是很棒。我们有一群这样的同工，然后有很棒的一群年轻人，很棒的一群老师。那刚刚玉峰校长有讲到，我们有很棒的教会的长辈，那也有所有的弟兄姐妹一起祷告，一起参与在其中。那我想令人感动的是，我们真的是看到在教会当中真的是一代一代，然后不断的一直下去，然后传承。我想，特别疫情过后，我们在连续这4年，我们都有举办夏令营哈。因为疫情那当中，因着很多的缘故，没有办法进行夏令营，所以在疫情后2023到今年26，每一年都有夏令营。那我印象很深，2023的时候，那时候有年轻人刚加入到这个夏令营，那时候他才国1。他现在已经高1了，高2了，已经又过了3、4年。那个时候就他想说什么叫夏令营？因为疫情的时候让他们没有办法参加夏令营，他们没办法当童工。所以我记得4年前的时候，大家都一脸就是不飒飒，就是我要做什么，我要带些什么。但没想到4年过去了，就是这些人他们也长大了，从那个国1到高1了，到高2了，然后开始承担一些工作，开始承担很多这样的服事。所以我们也看见，在今年的同工当中，有非常资深的主日学老师，但是在我们今年的同工群当中，最小的同工是今年要升国中1年级而已。所以我们就看见，这是在我们的教会当中很棒的一件事情，是不断的在做传承的工作，不断的有新的人加入，不断的人在这个地方被造就，然后被培育起来。所以我们也不再除了感谢这群同工之外，我们这也是继续为这群同工来献上祷告，求神纪念他们的服事，也特别在我们的教会当中，我们继续看见有这样很美好的产业，很美好的这样的果效不断的来发生。那我想今年的主题叫做媒体小达人。那为什么是这个主题呢？我们知道在2019年教育部有更改过那个12年的这个课纲。那这个12年课纲里面呢，他现在很强调一件事情，叫做素养，有各种不同的素养，所以有3大面向，然后9个项目。那其中一个项目呢，就是这个媒体素养、科技资讯与媒体素养，帮助这些孩子他们去辨别在这个网络时代，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什么是值得相信的，什么可能是被欺骗的。那在这样的过程当中，也带领孩子他们有活动。有这个最后有戏剧的演出，也帮助他们透过圣经的话语、圣经的金句，让他们知道什么叫做真理，什么叫做真实的事。那我们刚刚没有背经哈，哇，第一堂是有背经，所以第一堂弟兄姐妹知道我们的第1句的经文跟今天我要讲的主题很有关系。背经主要来一下吗？好了，不要了，好了 ，OK， 好了。在他们的小朋友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文，他们背的经文叫是：你们要认识真理，因为真理使你们得着自由。你们要认识真理，因为真理使你们得着自由。所以在这几天小朋友当中，他们也在学习，虽然好像在讲媒体，在讲科技，在讲网络的世界，但是帮助小朋友辨别真假，什么是真实的，什么是虚假的，什么是他们要相信的，什么是他们在这个时代当中他们应该要追寻的。所以回到今天的主题 ，OK， 回到今天的主题，今天要跟大家一起分享，这是在一间教会里面 ，OK， 既然我们是一间教会，那我们也要一起学习，成为一个渴慕真理的教会。真理使我们得着自由，真理也使我们寻找到一个正确的方向。所以在我们要开始分享信息之前，我们再次做一个祷告，我们来开始今天的分享信息的分享。
亲爱的父神，感谢你带领我们在今天早上，我们再次来到你面前，一同聚集，一起来敬拜你。所以我们特别感谢你在这个礼拜你的保守、你的看顾，让38位的孩子来到教会参与这个媒体小达人的夏令营。我们也看见许多的同工花了非常多的时间在尽心尽力的预备，求神你亲自来纪念他们，也求神你带领我们在这段聆听你话语的时间，也让我们可以再一次将我们的心来转向你，让我们明白你的真理，将那重要宝贵的信息放在我们的内心当中。愿你带领我们献上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们。今天要跟大家一起分享这个信息是其实是接续的在上一次的信息当中，讲到初代的教会，他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开始，就是他们领受了圣灵。当圣灵降下，五旬节来临的那一刻，当时的人他们开始讲起了别国的语言，讲起了方言，许多人就讥笑他们说，他们是不是喝醉酒了？一大早上9点就喝醉酒，不然怎么会讲这么特别的语言呢？但没有想到彼得后来站了起来，他跟大家说明，他们不是喝醉酒，他们不是胡言乱语，他们是领受了圣灵，他们是在那里再一次去经历到上帝的作为。所以当圣灵临到那个初代的教会，临到彼得的身上，当他传讲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复活、被高举的信息之后，在第2章37节我们没有读到的经文，他说这些人听见了，他们的心是非常的激动，而且经文描写是什么？扎心，好像被针刺到一样，让他们觉得听到这个信息，听到彼得所说的这个事情，让他们觉得非常的激动。过去可能没有这么样的一个这样激动的心情，过去没有这么完整的听到这件事情，所以在初代教会人当听到彼得说的这件事情，经文描写他们非常的扎心。所以彼得接着说，我们刚刚一起读了经文，他就告诉这些人什么事情呢？他说：你们每一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好使你们的罪得赦免，你们就领受上帝所赐的圣灵，因为上帝的应许是给所有我们主上帝所呼召的人，就是你们的儿女和一切在远方的人。彼得就这样告诉这一群在教会这群的信众，告诉他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而这段的经文之后，这个使徒行传的作者路加，他没有继续描写说这些人听得非常扎心，那这些人听了非常的激动，那他没有描写说，既然这些人那么激动，都来一群人了，那我们要怎么组织他们？我们要怎么样给他们一个策略？我们要怎么样让他们有一个好的运作？要怎么帮助他们好可以做很多的事情？路加没有这种描写，他反而是用2个非常特别而且生动的动词描写这些人来到当中，他们做了什么事。第一件事情，他说他们领受上帝的话；第二件事情，他说到他们专注在使徒的教训当中。所以在这个教会的开始，来了那么多人，刚刚我们读经文说来了3000个人受洗，但这3000个人没有想说，我要怎么分配他去牧区，我要怎么分配他去事工，我要怎么分配他做什么事情，或我们要给他们什么样的策略。反而在这个经文当中，他说到只告诉他们2件事，第一个就是他们领受上帝的话语，第二件事情，这些人他们非常专注在上帝的教训当中，在使徒所教导他们的事情。所以盼望透过这样的经文，我们也一起来学习我们的教会。当然，在最一开始的这个整个系列的第1讲，我有分享过一件事情是，事实上那个教会不是只有富强教会，我们在一起这个教会叫做教会，而是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是一间教会，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间教会。所以当在讲这个主题的时候，虽然好像在说教会，在说富强教会，在说我们这个群体，但实际上也在说我们每一个人也都是一间教会。所以第一个，在这个使徒的初代教会当中，我们看见一件事情，什么事情？第一个就是他们乐意领受上帝的话，他们这个成为他们教会共同的起点。就是我们看到初代教这3000个人，或者是这些使徒们，他们很重要一件事情是，他们乐意领受上帝的话，以至于这个成为这个教会共同的起点。在刚刚的经文当中，我们一起读到在第2章第41节，他说许多人领受了他的信息，彼得所传的那个信息，他们接受洗礼。而那个时候呢，增加了3000个人。OK， 那时候增加了3000个人，你就会想说，哇，3000个人，彼得到底除了讲之外，还有没有做什么事情？不然怎么来了3000个人？是不是那个教会有什么好吃的？有没有什么好玩的？还是有没有这么棒的夏令营？所以来了3000个人。但你看经文，其实
没有描述这些事情，他只说他们领受了彼得所传的这个信息。这个领受不是只有被动的听见，就是我听见了这件事情，我接受了某一个资讯，我接受到了某一个讯息，而是这个领受呢，它有一个原文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意思，什么意思？它的意思是他们欢喜的领受，他们欢喜的接受，而且他们是甘心的接纳。代表这些人听见，这3000个人听见，不是说哇叫我喝康哎，叫我喝架，这样当摸彩，所以他们就来了。他们来到这里是他们很欢喜、开心的接受。很甘心的接纳，说哇，有这样子宝贵的福音的信息在这个地方，这是带有一个非常信心，而且是充满盼望的一个动词。所以，上帝的真理不是只是一个好像是一套理论而已，好像不是一套理论，或者是说它只是某一个道理，好像是个某个人生的哲理，或是只是某一个我们说现在外面你要看到社会或在这个新闻上常常会看到。很多所谓的什么心灵课程，或是一些什么生命成长课程，或是告诉你要怎么样有正能量。真理不是只是一套理论，或是只是一个课程而已，而是那是上帝透过耶稣基督主动对每一个人说话，让我们重新发掘那是生命的方向。OK。是上帝透过耶稣主动来到这个道成肉身，这个真理自己成为来到我们身旁，让我们可以看得见、摸得见、听得见，而且是住在我们的心中，亲自对我们说话。所以教会的一个聚集，不是只是因着共同的兴趣。我想那3000个人来到那个初代教会，他们也不会只是说，哎，这边有好玩的，这里有好吃的。这里有好朋友，这里有什么热闹的事情，或者是来这边一群人有共同的兴趣，而是他们因着共同要回应福音的消息，他们聚集在一起。还记得他们听见了彼得说的那些话，他们的反应是什么？觉得扎心啊！当他们听见彼得说呢，他们觉得扎心啊，觉得哇，这是我要的，这是我生命当中真实欠缺的。那个福音的内容是我生命当中真实需要的，所以这些人聚集绝对不是只是因着有什么样的好处，对他们有什么样喝康的代际，而是他们在这边一起聚集，就是很单纯为了一个福音，为了去回应这个福音在他们生命当中所成就的。我想，若没有彼得传讲这样的信息，若没有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从死跟复活，那也不会有这群领受上帝话的人。也不会有这一间初代教会，我们看到是一个很渴慕真理的教会。若彼得所传讲的不是耶稣的信息，不是这样福音的好消息，那我们就没有办法知道，也没有办法学习到说，哇，原来一间渴慕神的教会，一间真的聚集在这里一同回应神的教会是什么样的样式。所以，一个真正的福音不是说，赦免我的罪，对我只有好处而已。赦免我的罪，或是来到教会，我听到这边有好的诗歌、好的信息，或是这边一群很棒的人，好像来这边，然后接受耶稣赦免我的罪，好像所有都是对我都是好的，好像来这边东西喝康耶，而是真正的福音是帮助我们重新去认识上帝的话语，重新去对上帝的话有渴慕，重新的知道那个真理真实的方向是什么。所以，一间渴慕真理的教会，不会只是停留在知识，不会只是停留在道理。不会其实只有停留在辩驳，或是只停留在我的想法才是对的，或是只停留在我所认识的，而是领受到那个福音在生命当中的更新带来的新的生命。一个真正渴慕真理的教会，不会只有停留在知识，只有停留在道理，或者停留在某一个地方，而是会领受到福音带来那个生命的更新，领受到生命带来的改变。所以在帖撒罗尼迦前书，这也是保罗所写的这个圣经当中，他说：“因为我们所传的信息，你们听见了、领受了，并不以为是领受人的信息，而是领受那确实出自上帝的信息。因为上帝在你们信的当中工作，领受的不是人的信息，不是人的信息，是上帝的信息，是那个福音的好消息，而且那个信息是出自于神。”
而相信的人，神的工作就在你的生命当中动工，也在我们的教会当中动工。第二件事情我要跟你分享，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看到初代的教会，他们持续委身在上帝的话当中，这成为他们教会共同的根基。我们看见一间渴慕真理的教会，会持续委身在上帝的话里面，而且成为教会共同的根基。在使徒行传第2章第42节的前半段，他说，这群3000个人，他们专心的向使徒们领教。他们专心的向使徒们领教，他们对上帝的话语渴慕，他们认为，彼得所说的那些，他们觉得不够，他们觉得他们还更需要更多，他们需要更多的去理解，更多的去知道，更多的去委身。而当这个专心在原文，它一个意思代表的是持续的投入。专心这个词在原文当中，它的意思是持续的投入，而且是坚定不移。代表这个专心不是只有偶尔而已。这3000个人来到那个带到那个初代的教会，不是说我今天来，我今天听了我觉得哇好棒，好好听，或者是来1个礼拜就哇这个听了好开心，很有收获，然后1个礼拜后就离开，或者是来1个月哇听了1个月很开心很棒，1个月后就离开，而是他们是专心，那个专心是持续的，那个专心是坚定不移的，不是偶尔而已，而是他们真的把他们的生命放在真理里面。他们把他们的生命放在真理里面。初代教会最大的特色不只是热情，不只是渴慕，也不只是我们刚经文有读到说他们一起祷告、一起团契、一起分享爱宴，一起生活在一起。虽然我们可以看见这样子很美好的一个画面，但是更特别的一件事情，他们是持续在真理当中受教，他们持续在真理当中学习。他们把他们的焦点永远放在真理当中，永远放在神的话当中。所以教会不会只因着活动事工很丰富而成长。当然，这会带给教会很大的鼓励，带来很大的一个鼓舞，甚至让我们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但是更为重要的是，教会会因着在真理当中扎根而成熟。教会会因着在真理当中扎根而成熟。一个渴慕真理的教会，绝对不会只停留在一次性的领受，不会只停留在一个感动而已，而是持续在上帝的教导当中被塑造。今年50禧年，我们有非常多的研讨会，我们有非常多的这样的培灵啊，很多的造就。我想每一次的这些事工、这些聚会，都让我们感到很大的激励，都让我们领受到非常多美好的信息，带给我们很大的帮助。但是那个领受的热情，那个领受的话语，那个你领受到的启示，不要只停留在那一个时刻，不要只停留在那一个时刻，不要只停留在那个当下的感动。一个渴慕真理的人，不会只有停留在那个时候。不会只有是短暂的。经文说他们专心，那是坚定不移，而且是不改变的。所以，一个渴慕真理的教会，一个渴慕真理的人，会持续在上帝的教导当中被塑造，被真理的话语所塑造。最后要透过这段经文在哥罗西书第3章16节，他说：“你们要让基督的信息丰丰富富的常住在你们心里。”他说要让耶稣基督的信息常住在我们心里，不只是住，是常住，永远的居住，不是短暂的停留，是长久，而且是一直在生命当中不断的居住。最后，我要透过这段经文跟你一起分享，同心活出神的话，成为教会共同的文化。同心活出神的话，成为教会当中共同的文化。在这段经文后面，我们看见他们专心向使徒们领教，参加团契生活，分享爱宴，一起祷告。OK， 他们领受这些信息之后，他们就一起生活、爱宴，然后一起祷告。你看到这段经文，路加他先描写一件事，他说他们领受神的话，他们向使徒们领受使徒们的教训之后。他才写到了说，他们有团契的生活，写到他们有爱宴，写到他们祷告，写到他们有事工，写到他们有做了哪些事情。
使徒行传作者没有先写说他们先一起爱宴，他们先一起团契，他们先一起事工，他们先一起做什么事情。他先写他们一起领受神的话，他们先一起领受上帝的教导。当一切的事工，当一切我们所做的，没有以上帝的真理做开始，没有以上帝的根基作为起点，那只是我们自己在做我们想做的事。使徒行传的作者这么说：他们先一起领受神的话，他们先一起把那个真理放在中间，他们才一起爱宴，一起祷告，一起团契，一起生活。代表那不是一项活动而已，而是那是来源。如果我们在这里每一次一起聚集，我们领受这些上帝的话语，我们认识福音的能力，这些真理的话，如果只是停在我们的头脑里面，你就增加一个知识而已，你多懂一个道理而已。但是这个真理进到我们的群体里面，它就会塑造一个文化出来，塑造一个认识真理的文化，讲真理的文化，用真理互相祝福的文化，用真理互相鼓励的文化，用真理互相带导的文化。